MassTech Mars One Plus 7合1太陽能3相儲能系統，7.68英寸超薄機身，10.1英寸高清觸控熒幕，4路 MPPT 太陽能輸入，24千瓦輸入功率，12千瓦混能逆變器，可並接電網，亦都可以獨立使用。BMS 智能電池管理系統，1000伏特 V-Boost 磷酸鐵鋰電池，15年使用壽命，6000次以上充放電循環。獨家 V-Boost 技術能夠杜絕木桶效應，每組電池都可以獨立充放，故障自動隔離。Mars One Plus 採用組合式設計，最多可以連接6組電池，同時並聯最多4套系統。配合 MassTech EVDC 充電樁，可實現電車40千瓦快充。必要時，仲可以電車反向12千瓦，為全屋供電。遇到打風落雨，系統會進入智能防災模式，自動提高太陽能及電網充電效率，以防突如其來嘅停電發生。萬一發生停電 ，MassTech Mars One Plus 會喺10毫秒內極速接力，為全屋提供不間斷電力。12千瓦強大輸出，確保全屋大小電器都維持喺供電狀態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，可實現遠程監控。AI 人工智能更加會自動調整儲用電策略，幫你慳得更多。200伏特超低啟動電壓，天光儲能，天黑休眠，實現儲能效益最大化。電池喺充滿嘅狀態下 ，Mars One Plus 會直接以太陽能向恒溫系統進行供電，避免浪費。一旦大停電發生 ，MassTech Mars One Plus 能夠充當你嘅停電救星，透過太陽能發電做到自給自足，就算停電好幾日都冇有怕。MassTech Mars One Plus 係你嘅太陽能儲能專家。